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0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23节到40节。撒母耳记上卷第8章第1节到18节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更较成熟。咱信仰强调就爱忠贞。信仰若无忠贞，就会甲上帝愈离愈远，搁进一步来误解上帝的旨意。就好像亲像耶稣的门徒约翰甲雅各同款，因抓做军队耶稣基督，就会通得到利益，得到真重要的位置。就算是上帝所呼召的仆人嘛，搁较是爱来学习忠贞。信仰更较成熟，咱有看见着以利甲伊的两个囝最后的问题。另外，咱嘛看到撒母耳伫伊年老的时，伊两个囝嘛无伫信仰的顶悬来忠贞，也是更较成熟。所以，咱看见以色列人就要求要立一个王。撒母耳记上卷第8章第1节到18节。撒母耳已经老，就设立伊的两个囝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大囝约尼甲第二囝阿比雅拢伫别是巴做士师。毋过因无学习因老爸的模样，因贪不义之财。受暴露，无照公道裁决，对安尼，以色列的长老拢聚集来拉玛见撒母耳，甲伊讲：你已经年老，你两个囝无学你的模样，所以就设立一个王，甲阮治理，亲像别个国家同款。撒母耳对因要求一个王的代志无欢喜。伊就对上帝祈祷，上主就对撒母耳讲：人民的要求你着接受，因毋是气杀你，乃是气杀我。因无爱我做因的王，对我带因出埃及到今仔日，因所做的拢是离开我，去服侍别个生命。现在因嘛要安尼来对待你。但因的要求你着接受，毋过着严严甲因警告，互因知将来因的王会安怎来管辖因。撒母耳就将上主的话拢甲遐个对伊要求一个王的人民讲，将来恁的王会安怎来管辖恁？恁会伊会调恁的囝去做兵。有诶做战车兵，有诶做马兵，有诶走做前做王诶先锋。伊会派人做官长，有诶管1000，有诶管50，嘛会派人甲伊做园，修成五国，做军器甲战车诶装备。伊会调恁诶查某囝，甲伊制作香油、煮食、烘饼。伊会甲恁上好的田园、葡萄园、橄榄园提去互伊的人参。伊的五谷甲葡萄，伊会出1/10；伊的官员甲人参。伊会掠伊的奴仆、女婢、勇壮的少年人，甲恁的女仔，甲伊做工。恁的羊群，伊要出1/10；伊嘛会做，恁嘛会做伊的奴隶。迄时，恁就会因为所敬的王来哀叫，毋过上主毋插恁。希伯来书提醒基督徒毋通停留伫初步的道理，着爱追求更较成熟的信仰，毋通只有停留伫迄个军队者信徒的阶段，爱更较进一步来成做门徒。然后，搁进一步来成做使徒，成做受呼召、领受着差遣来服侍主耶稣基督。
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12节安尼宽免。所以毋通停留伫基督初步的道理，着追求成熟，无搁再简单伫脱离死的行为甲信上帝，洁净礼甲hand手礼，世人的国外甲永远的审判顶的假是得拍基础。上帝若准咱要安尼做，遐个人捌互上帝的光照，捌担着属天的恩赐，捌分享圣神，捌体验上帝话的好处，嘛捌感受得要来的世代权柄。安尼因夭久背信，即款人无法度互因重新悔改倒转，因为因搁将上帝的囝钉伫十字架顶，公然甲伊侮辱。土地不时地吸收对天落来的雨水，生产菜色对做甲的人有路用，这是对上帝领受的祝福。毋过土地若发草刺甲杂草就无路用，两边会受咒诅，最后互火烧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虽然阮安尼讲，犹久深信恁的情形比所讲的较好，会当得到救。上帝毋是无公道，伊一定会记得恁所做的事，就是恁为着伊继续的服侍信徒的所表现的疼心。阮真爱恁逐个人对头到尾保持热心，互恁所仰望的会完全实现，安尼恁才袂变淡，才会学遐会对神甲敦伦来承受上帝应允的人。所以呢，信仰袂当变淡，就要努力伫信仰顶悬来受造就，爱忠贞，搁较爱诚实。诗篇31篇23节到40节。上主互义人的骹步稳固，伊欢喜因所行所做，因着达嘛袂跋倒，因为上主用手扶因。我从少年经年老，毋捌看到义人受放杀，伊会互代做乞食，伊不时慷慨施舍，欢喜照人，伊的子孙得到祝福。着拒绝歹做好事，就会永远安然徛起。上主意爱公平，袂放杀以性的子民，因永远受保护。毋过歹人的子孙会受造灭，义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，永远踮伫遐。义人的喙讲智慧，伊的指谈论公平。上帝律法伫伊的心内，伊的骹拢袂吞打脱。歹人紧紧地想义人，少想要害伊。上主袂放伊落伫歹人的手，审判伊时，伊袂受定罪。着听候上主，遵守伊的道路，伊就高升你。互你承受着应允的土地，你会看到歹人消灭。我看见强暴的歹人兴旺，亲像树伫家己的土地无成。有人对遐经过看咧，伊无去啦。我嘛要找拢无，详细看完全正直的人，因为爱和平的人有好的将来。毋过犯法的人会做一个灭亡，歹人最后会遭灭。总是义人对上主得到拯救，患难的时，伊做因的避难所。上主帮助因，拯救因，医救因，讨帮因脱离歹人，因为因倚靠伊得到保护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互阮。互阮借着圣神的同在，无搁再停留伫初信的阶段，
互阮的信心更较坚定，信仰更较成熟，会通真做一个真心服侍的主仆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